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来嘅节目。哇，热天到咧，只是天气冻嘅，大家要发现冇？哦，当时有点湿咯，啊，系冇是上嚟是个好变嘅东西。上次维持到系咩葱味怪怪，今日特别邀请线上呢度节目地度啦，大家来分享。你做啲什么嘅？做唔啲什么嘅？系讲葱味怪怪嘅样嘅晒嗬，大家来分享啲今屆来宾佢系来自联信国际依然嘅高端葱味口嘅主任戚伟伦分享。大家好，我係戚偉倫，係東方娛樂度咧。耶，分享信上哈，信上是第一次提一百来到 Andy 嘅节目哈，真的好开心，做啲分享到主持嚟到两边。那大家来讲嘅天道咧係講葱味怪怪，用應來處理哈，係咩用應來看信上啊，發生乜嘅問題做啲新乜嘅。對，一開始呢，大家來分享嘅是係。今年熱天有沒有大家發現好熱？真的好熱。然後時間下來是不是去到中午也是到9月時間是不是冇想一些東西，因為會覺得食慾不振，所以好像我們也不會特別去注意食慾不振是怎麼樣。所以夏天到了，食慾不振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們人是恆溫的動物，所以像冬天的時候，我們就要燃燒熱量，才保持體溫。但夏天的時候，外面的溫度跟體溫一樣。所以身體就不想動了，所以代謝就下降，代謝下降就不會想要吃東西。是，可是我們這樣是不是比較好？因為這樣就比較容易瘦，因為沒喜歡吃東西，可以這樣。可是後來大家有發現，你口內沒變好醜，你還變得更胖。為什麼？因為大家就想要吃一些好像很冰涼。凍涼的東西，吃點甜的，就變甜的，對不對？你先講，我們覺得熱天可能大家是稍微沒安心哈，那我們可以吃一些溫冷的，是沒有錯。可是大家好像還好些，生冷的食物有嗎？有啊，很多，像什麼涼麵啊、生魚片啊、壽司啊，飯糰啊，一些涼拌小菜啊，對，這些都吃了很多。冰的豆腐飯，然後。又是餅，對，我覺得吃冰，該有沒有櫃台盤的餅很受歡迎，對不對？其實吃生冷是可以的嗎？在夏天吃比較冰涼、溫涼的時候，會比較有食慾，會比較吃得下。對，但是要注意食物的衛生。哦，食物的衛生哈，因為等下又動到個什麼，因為講啊，等下係講吃酒行了，我就吃一碗冰豆花，餅嘅豆腐飯，好像我就可以過一個餐。對，好像沒有不可以，可是熱量也很重啊，對不對？對，吃一吃了就變胖了。所以，對不對？所以大家係講食5肉莫把刀哇可以減肥，其實還可以注意哦。其實他讓自己還是要調整有一個正常的食慾，然後正常的進食，就這樣講錯嘛哈。所以大家來講一下，線上又講哦，如果說你夏天吃那些東西的話，要注意衛生。為什麼？因為很容易腐壞，也可以灌黑。對，那個細菌在這個常溫下，它複製速度是很快的。對，所以尤其是我們東西放在冰箱裡面，它其實沒有殺菌，它只有因為用溫度低把那個細菌抑制下來而已。所以你當你拿出冰箱之後，它很快溫度上升，細菌就開始一直繁衍。是，所以細菌量很快又上升。哦，該所以譬如像你去麵店吃東西的時間，該小吃店裡面該備用地圖又動嘛，該涼拌海帶絲、涼拌小黃瓜，還有皮蛋豆腐哇。是不是躺一個凍小還是有食慾的，對不對？冰冰涼涼，所以那個其實如果店家沒有注意，其實你拿出來有可能它其實已經有細菌。對，你會想，比如說變相冇相干啊，其實有關係。拿出來就要趕快吃，就不要放太久。所以很快就會壞掉，對不對？就會壞掉。涼麵是不是也是？涼麵也是。我每次看涼麵好像都沒有放冰箱，就擺在攤子上。那所以每年衛生局抽查都會有一兩件這種那個。涼麵生菌數、大腸桿菌過高的事情，所以其實除了烹調衛生之外，那我們消費者買的時候也是要趕快進食，不要放太久。真的哈，那可以吃生菜吧？廣東安凍還是生菜種的？生菜可以啊，生菜它沒有經過烹調，所以很多營養素沒有被破壞掉，所以然後纖維素又很高，所以是一個很健康的食品。但是衛生要注意的。那生菜。早期的生菜可能在栽種的時候會用到糞肥，好，那就然後再來就蟲子有沒有爬過啦？那天上下雨落塵啊，好，那有沒有施那個農藥？好，這些都是要把它清潔得很乾淨，水洗得很乾淨，這樣吃的就會很健康。
好，所以有等于讲你讲是草呛锤，它是有冻到个纤维质，系冇唔错。不过系讲呛锤草长球，系冇那种杀个呛锤杀到长球的事件，其实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尸体，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可能都流掉了。对，所以是吃生菜，它冻口该咸菜，不过其实强力冻虫扰。讲到两片抬到尾起头，哦，好像我们有一些很简单基础的卫教知识。不过今日绕墙都注意到两片，特别绕抬价讲热天到嘞，不讲系不下个是电音也系台音，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感冒，好像又有一点肠胃炎的感觉，因为一些。好像微，还有就是微微的拉肚子，甚至严重。所以其实热天到嘞，以本性上看嘞，反而是肠胃炎的病人患者会增加，对不对？那大家都讨论一下，其实好像分为2大类型，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医生会说我们有得肠胃型感冒，对，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对，那其实大部分在讲是在左边那一块病毒性的肠胃炎。对，那主要的病源就分成细菌跟病毒哈。那细菌的部分其实像是沙门氏菌呐哈，其实沙门氏菌很多是在那个蛋壳上面会有，鸡蛋，所以如果说那个烹调的时候那个蛋黄没有熟。或者是说那个蛋壳没有洗干净，所以其实常常会因为这样就拉肚子。蛋黄也会，就是它那个太阳蛋，它没有煮熟的时候，对，就以前很多人喜欢吃这种太阳蛋，这样会有可能是因为污染到里面，对，所以你没有烹调，没有煮熟，所以有细菌没有被杀死。那肠炎弧菌比较常在海鲜呐，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其实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很多。那如果说什么？对，皮肤表面平常就很多。那但是如果说你那个厨师在烹调的时候，譬如他有伤口，譬如说那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厨师千万不要烹调，不要那个 OK 帮包一包就那个，因为有时候你碰到水、碰到食物，那你可能就污染到你的食物上面。那像是那个志贺氏菌、大肠杆菌，大概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外面常常说吃冰块，对，这杯糖都该补透被讲啊，大肠杆菌超标。对，如果说是那个水，它有被一些粪便那些污染到的时候，因为它就是很多粪便里面会有的菌，所以就水质不干净的时候，常常会有感染到。那这边病毒那一边大概就是一些轮状病毒、诺罗病毒，这个就是很常听到的一些，尤其小孩子特别多的一些症状。是。所以大家要注意其实是讲，特别以本性上看，一些性上会讲，哇，你得肠胃型感冒。我们有时候会想要问得很清楚，说医生是哪一种，有没有？然后性上怎么让人讲你是病毒性的，或是你是细菌型的，对。那大概台尬时有它概念，就你大概是因为什么样的病毒感染？如果台尬时想来问啊，如果讲过了臃肿为冻穷，我们其实不太能判断。所以你也是一些性上问诊的时候，所以问好，你有什么颈头，对不对？你有什么症状？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臃肿改颈头，又嘛改摸恐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样子。症状上大概都是发烧啦、恶心、呕吐、拉肚子、肚子痛，其实都很像。即使是专业医师，也可能会误判。是那主要是对，这还是有可能会误判。所以有时候你不心脏看200有没有？怎么这一次没有好？还来的医生说应该是病毒型。对，因为病毒的部分我们很难做培养啦，所以通常说那个没有。在第一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你断定你一定是受病毒的感染。但是细菌的话，它主要是它拉肚子它有个特别的地方是细菌会攻击我们肠子的黏膜，所以我们肠子黏膜会受伤，所以它的腹泻会比较严重，有时候会血便。这么严重？对，然后再来抽血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说白血球就上升，因为细菌感染我们白血球就上升，所以有时候会那个症状上会比较厉害，会需要住院。那个病毒性的肠胃炎有时候它是因为它病毒会产生一些毒素，所以它会让你肠子本来应该要吸水的，结果没有吸水水就放出来。原来是这样，所以它的水是比较稀的，但是它的便是比较稀的，便是不会有像这个有出血。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病毒型的那些就是这些病毒它其实真的它会造成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头痛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有一些是那个类似感冒的症状，那尤其是腺病毒比较会这样。所以有时候会跟感冒有时候很难分别。所以你还做埋讲，有种可能
医生也是信上会讲，你这是肠胃型感冒。对，因为它有类似感冒的症状，然后大家 UK 也讲到偏头型的直接肌肉酸痛是一个医生蛮判读的其中一个警头。我们有时候还会再问一下有没有吃到一些食物啦，因为细菌性的常常跟吃的东西有关系，是。所以如果说有没有吃到一些不卫生的东西哈，便当拿出来放太久啊，或者是说那个全家人一起去吃，全家人都食物中毒。那大概都是细菌性的肠胃炎。所以今天恭喜采访其实到信上爱用打嘴鼓哦，对来老公我收获很大因为我今天才知道说有时候到外面全家人说食物中毒，全家都食物中毒，就很明确知道是因为吃东西影响，那个就是细菌型的肠胃炎。那讲到偏头，所以大家会说可能会像你很多像你感冒那样，对，所以可能会肌肉痛啊、头哪痛那种感觉。所以常常都是像小朋友啊从学校带回来那几个。对，而且信上还讲，你还有得排水讲，就像是谁你还讲有没有那个呕吐物在地上？对，然后那个风一吹，是有可能的，对不对？然后是会传染，所以这两种都会传染，对吗？所以大家很可以注意。所以热天到嚟可能有肠胃嘅问题，大家就得注意下。还有乜嘅，你等下再来讲。你今日东方伊做在绕墙头联系国际依然嘅肝胆肠胃科注意，七主人嚟到聊天，然后大家来讨论哈。今日讲到肠胃型的感冒，讲到冲啊、胃啊，所以信上你的整个职业的生涯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区块是一直跟肠跟胃相处。对吧？哈，所以今日嘅锣鼓演绎咧，然后大家咧學是老冲誒有關係哦。先生頭擺有談過嗎？衝切有談過，媽媽講，真的，所以媽媽會講衝切。什么时候会讲？那个小孩子不乖的时候，在闹脾气的时候。冇錯，你睇老古演義的意思是講，就是特別爸爸媽媽會講，看小朋友發脾氣的時候啊，然後在那邊哭鬧的時候啊，你看啦，衝切沒，都在叫沒，衝切，或者是有時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那边讲话时间，有时候另外一半只会讲，他怎么了？冲起啊，你都爱走嘛，你冲起来吗？所以因为肠子不直，就是弯来弯去，就是又丢抖嘛。这你看这个人就是整个人情绪不好，就是不开心。对，好小朋友顽皮，所以了解你。今日大家讲的锣鼓演義係咩？動有意思，又動簡單，衝切。所以下擺係講你老婆客人在溝通事情的時候，稍微詼諧一點的時候，你衝切係冇，可能這樣不會那麼生氣哦，但口氣要好一點哈。總對，了解你今日大家鑼鼓演義衝切。什么太尬？是不是跟今天的议題很切合？好，你上台節目啦，大家來講，你腸胃嘅問題，你講到整體話頭哪痛啊，會嘔啊，對冇？會腹瀉啊，嘔痢毒啊，我們就來看一下，你啱啱確定你係咩情緒係細菌啊，係偏頭型，應該腸胃感冒嘅時間，這些警訊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個脫水症狀，醫生我覺得這很嚴重脫水。肠胃炎就是上吐下泻嘛，所以你水分一定会一直被排出来，所以身体就会缺水。是，缺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脱水症状。那我一直喝水可以吗？没有用。如果说你一直喝水都不能改善，这就是要住院了。所以像脱水，其实早期就会有一些，譬如说。皮肤就会干，嘴巴会干，是，然后心跳会变得很快，因为没有水分不够，心跳就要跳得很快。那类似像这样的症状就会先出来了，然后甚至开始会晕啊，所以一蹲着站起来就会晕了，因为水分不够。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像是说，真的水都不够，说你尿都尿不出来。然后发烧很厉害，发烧其实体温高的时候，你就会水分也会蒸发，所以其实也会加重脱水的症状。是，那再来就严重的时候会严重的腹痛啦，肚脐痛，L
然后我刚才讲可能会有些吐血啦或血便啊。我很认真听哦，这细菌型的就会有。对，细菌型，对哈。然后再来就是那在跟细菌病毒打仗，其实就需要营养，所以如果说你不能吃不能喝，那就需要打点滴哈，打点滴就必须要在医院里面了哈。那在严重的时候啊哈，就是头晕啊、头重脚轻、意识不清，对，那可能就要进到加护病房了。加护病房，不过各位不要小看这肠胃炎啊，民国30-40年代的时候，其实肠胃炎是我们10大死因之一的。对，因为霍乱就是其中一种啊。是因为根本你绕墙主席在做两片时间，你家是不会讲，有当你系讲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奥利毒啊没相干，谁们你还会觉得啊我顺便清肠胃减肥，对不对？可是癌起都还是要观察，有时候就像医生讲这些东西，你要稍微观察，你不要到了真的好娘宠的时间，长一部性上性上讲，千万不要轻忽哦，因为应该要长一部性上有可能要住院，大家觉得没什么，可是有可能要到住院，甚至你说头晕、头重脚轻，都进到加护病房。是啊，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是会要人命的，会要人命的。哦，有时候这是点滴要非常多的多条线一起打。对，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也是基本要大家要分享安样解问题，大家要特别要注意。不过还有一张问题，也在这边跟请教医师，我觉得他好像不会好，一直反反复复，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感冒是这样，我们吃药吃了2天之后，我人就蛮舒爽了，我就想说，不要吃好了，对不对？好，那可是肠胃炎好像会觉得持续的比较久啊，我们半个月都这样，反反复复。所以有时候是到底是不是肠胃炎 ？OK， 对，有时候其实临床上遇到很长的另外一个族群叫做大肠急躁症。对，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肠子比较敏感，比较急躁，所以动不动就会想要肚子痛，就想要拉肚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你的反复当然入口内，你的病还没有真的完全康复啦。对，我跟你讲，医生最喜欢说的就是多喝水跟多休息，是真的，对不对？多喝水，多休息，让他觉得说你就这样子，搞不好不药而愈就可以好了。那线上第二讲都会黑，我们一般好像说肠躁症、大肠急躁症、老急性冲胃瓤，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对。大肠急躁症它其实不是感染，所以它跟这病毒细菌是没有关系。好，那它主要就是因为你肠子太敏感，所以它会感受到你的一些情绪。OK， 我们说肠是我们的第2个大脑，对，它其实感受到我们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它会感受到你的情绪，所以压力大了，情绪不好了，就很容易会不舒服。有人会这样夏天很热，本来一切都很顺畅，在外面走个2步就突然好像肠胃怪怪，因为很热。我们门诊常常遇到很多是考生。对，这个可以理解。大考前就一直拉肚子，一直考完就不药而愈了。这个就其实就很多。但是那怎么办啊？如果考试前一直这样子奥利都弄该塞，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去调整它肠胃的蠕动，调整它到大考完这样子。对，它考完那个过其实就好了。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所谓低负敏的饮食，那就是有一些的饮食它其实是很容易在肠子里面发酵的，那所以它在肠子里面就会变成很容易产气。那这些大肠急躁症的族群啊，其实他肠子很敏感，其实一点点气他就觉得很受不了，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然后一直很不舒服。那所以一些譬如说是一些发酵性的东西啦，所谓寡糖啊，一些单糖这些比较不好，不是说不好，其实就说这种东西很容易会产气的，就尽量少吃。产气的，OK。好，所以急性肠胃炎刚还有谈到了分享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2种病毒嘛，比较它有些是很急性的，那就是 L 啊、奥利毒啊、发烧啊。那事实上我们就讲到温和饮食，就不要一直去刺激你的肠胃。大家就是上快，你也冲到不已经容易恐腻啊，已经摸爽快嘞。然后你还拿麻辣锅去刺激它的时候，它就会大力的抗议、恐意讲来胃松改不舒服。对，不过讲到了，大家是很喜欢问性上，大家有发现吗？肠胃型感冒去看性上的时候，很爱问很细，然后又不做笔记，就会提一张问题：性医生，那我可以吃什么？我可以吃东西吗？我可以吃白稀饭摸一摸，白吐司，我可以喝那个比如说什么运动饮料，以前我们理解的好像是这样。
到底吐和腹泻可以吃东西吗？我是绕台大轮摸一下。主要是看症状。如果说你真的是吃都吃不下这个时候其实大概勉强吃也不是办法了就让他休息。所以说休息，然后1餐2餐先不吃还好。对。但是水要多喝，一定要多喝水。可以不吃东西，可是挺少一点水。对，一定要多喝水。那可以的话，运动饮料稀释。好，一半一半稀释，所以是真的可以，是可以。运动饮料的好处是说，第一个它有一点轻微的一些糖分，所以补充轻微的热量。再来就是电解质可以平衡。那当你吐得很厉害、拉得很厉害的时候，有时候电解质会不平衡，也会造成人的不舒服。是。那等到说比较有一点胃口了那我们就要给他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东西，就减少刺激。稀饭、白饭其实都可以，并没有说一定要吃稀饭但是基本上就是清淡，像油腻的东西不要吃然后那个煎过的、炸过的这些当然是一定不行的。对，大家都可以想象嘛，因为太生冷、太油的就会一直刺激它。对对。不过讲到两品，又在动台改灌甜，大家会讲到底乳制品蛋能不能吃？乳制品蛋这些东西，其实它在肠胃道里面是容易会发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肠胃不舒服的时候，这些东西暂时先都不要吃。对，大家莫想讲，哎呀，我俩因为想说要补充一点营养，两样东西总得是，该的东西某些，我就简单以买一张乳酸菌优酪乳，其实不一定还有动作就得注意，你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上堂节目讲到，本身上可能是一个好爱问医师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其实简单讲起来啦，因为讲肠胃有问题，中油的、泡的啊，两种东西某些是错的，因为你刺激它。对。因线上讲的头里动简单嘛，盘啊、麦啊、白吐司，因为这些东西糖起来就是比较不会刺激的。如果灌甜很嘛改，台咖所有想是软水煮蛋，其实不行它有可能会胀，对不对？然后台咖会想说，那我吃优酪乳啊，因为便利商店走在卖，其实也不行。所以医生讲那不行，好奇怪我们不是要益生菌吗？对不对？因为其实那个优酪乳里面它那个一个是乳制品然后它本身又是必须要放冰箱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肠胃炎刚恢复的人不是那么的好。那但是我们恢复的时候，其实需要那个菌。那所以其实可以吃一些益生菌的保健食品，是那其实定剂的、粉剂的，其实很多产品都可以用。是所以他刚才记得了，我们没讲是拼命买一大罐优酪乳在里面吃，其实你要补充的是益生菌。对，动清楚不过讲到聊我们再进到我们后来的卫教知识了台刚才讲，其实我觉得，就像信上讲肠胃其实要爱护它，你说它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哇，好重要对不对？那我们讲到台尬洗东西，现在大家吃东西吃很快。对，停血好快，好怕被别人吃掉，一下都吃完。你说工作忙也是啦，时间赶，所以医师吃东西，对，你看立刻填充猛一本可是不行，对不对？还是要有时候那个门诊看完，然后接着要去看病人要做检查的时候，就草吃一吃。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辟一集来聊一下我们现在整个医师的生活的工作忙碌与生活品质，因为你看唐人很艰辛等一下要去巡房或干嘛的，你看赶快吃一吃。对啊，怎么办？突然觉得很心酸，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是紧心后总得细调。还有一个，我觉得该厉害的讲，我觉得人会贪心，好喜欢吃到饱，对不对？无底洞的吃法，哎呦，难得了哇！我一定要吃到很饱，而且吃完主餐咸的，还有一些甜美，也不行。如果说其实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消化道对，其实你只有嘴巴才有去把它食物切碎，没错。你其他在胃里面，胃蠕动其实没有磨食物它只是蠕动之后把你的胃酸混一混，混合好一点。那我们还是靠胃酸。还是靠酵素，感觉上去腐蚀它，去把这些食物慢慢分解成小分子。是，所以如果你嘴巴就没有咬很碎的时候，其实在肠子里面是增加肠胃的负担，因为它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它变成分解掉。
好，所以吃东西细嚼慢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再来是，如果说像是如果说一直吃哈，吃很多，另外一个好像会遇到就是胃食道逆流。对，大家看一下。对，我们的那个构造上哈，胃上下各有一个门。对，啊，上面那个叫贲门，下面那个叫幽门，那两个好处就是两个的关键就是说，它在食物下来的时候就关起来，对，所以你的食物呢就不会在你蠕动的时候往上冲，没错，所以我们可以躺下来，可以倒立，都可以吃东西，食物不会倒出来，没错，啊，就是因为有这个门关住它，可是呢，如果说贲门开始松弛了，对，那你这时候消化的时候，胃里面食物就可能会往上跑。对，啊，这就叫做胃食道逆流。所以有时候，譬如说，变胖啦，哈，皮下脂肪变厚啦，哈，或者说衣服啊，那个穿得很紧，或是有时候那个蹲下来弯腰拿东西，有时候一压东西就上来，哈，这种胃食道逆流就很多。所以像如果吃得太饱，吃太多，哈，那你胃的东西很胀，那当然逆流上来的机会就很高。那我们吃到饱又总喜欢吃很。先，你知道还有顺序有没有？哇，吃到很喜欢的东西都吃完狗后，大家怎么样？我要去吃甜美甜点，甜美东西。甜美东西是不是在后面再放进去胃里面，它又更容易造成你讲胃食道逆流感问题？对，甜食跟油腻都本身消化都比较慢，所以它在胃里待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很容易会逆流。所以广告拍的是真的，很多动都改公狗，就是胃食道逆流，因为我刚吃一个草莓蛋糕，都演这一种，然后说不要担心，我们可以吃什么，所以其实。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所以不能那样子吃。对，而且医师，我们那个门是不是也随着年纪的增长，气管它也是会老化？对，还是会。对嘛哈，所以台大讲龙应该越吃越清淡，有没有？而且东西可能要吃的更细嚼慢咽。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爱惜它。所以胃食道逆流有时候台大讲很不舒适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胃酸很酸。对，它好奇怪。我觉得人身体真的傅医生改奇妙，它可以在胃里面它可以让食物分解，它很酸，胃壁是可以承担，但食道是不能承担的。对不对？就觉得为什么人家会说很不舒适，就是这个原因。胃酸其实跟盐酸一样。它的酸碱值只有 pH 值只有1，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酸的。那我们的胃之所以可以在有胃酸的环境下还可以过得这么好，是因为我们有一层黏膜保护，很厚的一层黏膜保护。对，可是食道没有，是所以反复的那个逆流了之后，食道就会受伤。对所以对。给狗嘴妹连食道都受伤了，对不对？好，所以等下食道抬高来讲，所以抬高可能有点凸是可能是都在地道动清楚。最后我们在母性上问题，你等下大概有润通的时间，以田信峰润通的时间，是不是？你知道没有去好像很饿又没有力气，你知道？但是吃了去之后又好像说，哎呀怎么办？薄薄有点走润通嘛，有点干苦。还某些润通狗又太饿又吃很多。对，我们到底运动前后的饮食？有没有建议？运动前大概少量就好，不要吃的太多。少量对，因为你如果吃的太多，其实我们的消化还是需要血液循环的。我们的肠胃道、我们的胃要分泌这些酵素，对，然后要蠕动都需要很大的血液循环。所以如果这时候去做运动，就会影响到你的消化。好，然后尤其有一些动作可能会压到肚子啊，然后让你的整个消化也是会影响。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走得是一点点，不要饿就好了。对，但是不要吃到饱饱的去做两件事情。还有台大不会发现就是说。台高比说，我的胃胀胀的，不舒服我去买个成药胃散，对不对？或者是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吃。黑某是讲你头排可能有看过冲胃口改性上，医生会给你好像胃乳定，对，到底我可不可以这样吃啊，医师？那胃散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小分子的东西。那所以它在遇到胃酸，它会产生空气，所以打个嗝之后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它跟胃酸接触之后，它会有一点酸碱平衡的作用，所以胃就比较舒服。但是它分子太小了，所以它会被身体吸收。所以我们以前有遇过病人是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吃这个胃散，
就产生了叫做代谢性碱中毒哦，因为就身体就变碱性到太依赖了，对，然后就变成电解质不平衡，然后头晕，然后之后甚至要去洗肾洗几次，把那酸碱平衡回来，它才恢复正常。那现在比较医院里面用的叫做胃乳定胃乳定它大概就是一些金属的离子，比如说铝啦、镁啊这一些，然后钙，然后没有钙，它就是这几个混合一定的比例做成的胃乳定。那它的金属的分子稍微大一点，所以就比较不会全身吸收，所以这种代谢性碱中毒中比较少。但是呢，这种如果说譬如肾脏不好的病人，他肾脏其实是排不掉，就算去洗肾也洗不掉，所以肾脏不好的病人其实不适合吃这样子的胃药。真心吼，所以今日下老大家咧讲好简单，给你讲好基础改知识哦，大家莫谈到你讲说哦该做的是该做唔得是，我觉得改东西其实就是你有性上讨论过，然后性上不给建议，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重要。我们并不是说成药一律不能吃，我们没用该饮食，不过也不能就是好像你不去跟性上讨论，一胃不舒服，胃散就开始吞我今天不舒服2瓢，今天不舒服3瓢，因为很多病人会觉得说来医院就医生叫你做胃镜。所以的确，应该他们都有一些恐惧，所以就害怕，所以就会变成一直在靠这个在使用。对，那像线上讲线上口内基斗日常会帮你胃乳定，那个也是要有医师处方签、医师指示，也不要说松白那胃乳定我来吃一下，还是要注意哈。所以今天相信大家嘅收播动态，非常感谢出现呢度节目地度，谢谢。提供大家有机会就绕上线上呢度聊面，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对吗？感谢注意，什么？好，听听下来咧，要来做认同了。